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跟住有隻好靚嘅顏色，好靚啊！呢個 Nata 呢個係奶油拼銀啊，奶油拼銀啊，好靚啊！呢個yan look 一啲嘅，係啦，yan look 一啲嘅奶油拼銀，3880減38，3580減咗之後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稍後再俾 coupon 你哋搶啊嚇，可以搶 coupon 我哋今日。好，跟住咧就耳環我有2對，呢個黑金、黑玫瑰金咁樣嘅，哇！好襯我今日件衫喎，我想講。耳環係3680減38啊，即係3380咋，耳環仲平添啊，35睇先，3680減38，即係3380，黑金呢啲好似係咪有冇數量？好似佢有 mark 咗，我頭先好似有冇 send 俾你？有，係啦，3680減38，即係3380啫，黑玫瑰金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奶茶金係啦，奶茶金3680減38，3680減38，拼一拼呢個。嗱 Twilly 減200 ，Mini Polish 同耳環呢啲係減300，好靚啊！呢個奶茶金係啦，好 cap 咗未？未 cap 話俾我知，3680減300，3380，即係等於買2手耳環嘅價錢咋，你就可以買到一對全新嘅豬鼻耳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繼續。繼續全年最平嗱，平時咧我自己都好中意戴呢個 Choker 頸鏈嘅。剛入嚟請問是否打全年最平就有優惠？嗱，打全年最平咧係我哋今日呢個關鍵字，但係咧我哋冇上系統嘅，平時係有10蚊購物金嘅。你哋總之有打全年最平，入數自行入少10蚊。啊，今日 H 我哋入少20蚊啦。總之你可以入少20蚊啦，繼續打全年最平，你就張單你有買嘢嘅張單可以減少20蚊，係啦。跟住到呢一個 Woolies 嗱，呢條咧可以當手帶，當 Choker 頸鏈，係啦，我最中意戴嘅呢個大象灰金，嗱，呢個咧我哋平時賣2980嘅，而家減300，2680一條。T3 嚟嘅呢條，嗱 T3 要就好賣啦，成個法國都係搶 T3 㗎，因為 T3 好少翻到貨㗎。我係戴 T2 嘅，我條頸係戴 T2 嘅。T3 咧，如果你條頸粗過我，你可以買 T3，係啦，當手帶當頸都得。2980減300，2680啫，呢個係2680 Capo T3 size 大象灰金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再嚟 T3 金玫瑰金帶俾你哋睇下先，我揾條 T2 帶俾你睇下先。我平時戴 T2 嘅，因為戴咗上頸係好好睇嘅呢個。明白，全年最平，繼續打啦！全年最平，我係清貨啊，所以全年最平㗎啦。係啦，嗱呢個見唔見到啊？嗱，我而家呢個係 T2 嚟嘅 ，T2 咧。我係啱啱好嘅，有少少鬆動位嘅，係啦。T1 我就戴唔到啦，咁 T3 我會戴得滯，咁所以你睇下你條頸係應該戴 T 幾啦。如果你平時條頸比較粗少少，你就要買 T3 啦，係啦。跟住咧就呢個金玫瑰金嘅 T3，哇！我想問落單會唔會好混亂咧？會唔會踢翻 R 啊定 P 啊定係L 啊咁樣？即係到時。到時我 mark 咯，係咯，即係出嘅時候就剔翻晒咯。係，我一次過 mark。嗱，跟住就呢個 T3 金玫瑰金，
金玫瑰金 T3 最長㗎啦，T3 最長㗎啦，係啦 T3 2980減300 2680，即係減咗之後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，跟住就嗱金玫瑰金啱啱嗰條 T3，跟住就啱啱講。